追命。季主事，找我有事。上一次不让你们调查钱穆案，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决定非常的不满意。大家都是神侯府的捕快，大家为的都是社稷，为的都是百姓。但是做每件事情之前，都要对得住天地良心。如果只为了明哲保身，难免遭受非议。我是为了保护神侯府，不让六扇门跟你们发生冲突。我的决定以大局为重，以神侯府的利益作为最大的考虑。其实我也很后悔，让蝴蝶海棠去调查此案。只是他们一点进展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本想让他们去练练手，可是没想到他们实在是太稚嫩了。现在钱穆案一筹莫展，而我也骑虎难下。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很了解你们，就算我不让你们去调查，你们一样会去，对吗？那你现在就是来打听我们的消息了？钱穆案停滞不前，毫无新的突破。如果你们查到了什么线索，对我、对神侯府都是好事。否则，神侯府重开毫无功绩，我这主事不但会被革职，神侯府还有可能被他人掌控。如果你真的为神侯府着想，当初就不应该阻止我们调查钱穆一案。其实，我本来也想过让你们暗中调查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们查到了什么线索。无可奉告。神侯府的人不应该团结一心吗？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是敌是友，难以判断。你连我都怀疑吗？我们不敢怀疑你，你是神侯府主事，只是你不让我们调查钱穆一案，我们不敢惹祸上身，自然要小心翼翼。我们都在为神侯府做事，理应同舟共济。现在连朱王爷也被牵连进来，朱王爷可是冷大哥的义父，难道你不想解救朱王爷吗？要解救朱王爷，连世叔都没有办法，你认为你有此能力吗？我知道这绝非易事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坦诚合作的话，又怎么可能破案？你着急也没有用，我实在帮不了你。对了，冷大哥在哪儿？冷大哥，无可奉告。你们总是把我当作外人。坦白说，你知道黎墨跟冷血在一起，而黎墨又是出逃秀女，万一被他们抓住，会牵连冷血，神侯府也会遭殃。你这么在意他们的下落，目的何在？你应该很清楚我跟冷大哥的感情，我只是关心他是否安全。只怕你的用意不是在冷哥哥身上。你一直希望黎墨离开冷血，然后你呢，就可以乖乖地留在冷哥哥身边。哼，真是可笑，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这就是爱情啊，人之常情。就算我知道他们的下落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你怕我出卖黎墨？你出现在他们两个中间，四大名捕跟神侯府的主事扯上任何私人感情的问题，到时候都会乱上加乱。我劝你，还是以一个捕快的身份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克制自己的感情。哼，你真会为大家着想。黎墨的行踪一旦被曝光，后果有多严重，你心里有数。换成是你，你也不会多说。好吧，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我也不勉强。我跟世叔也知道你在这个位置上有很多事是身不由己。反正我要坦白的都坦白说了，我先告辞了。
瑶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难道不能来吗？当日你在乱花谷不辞而别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你们会担心我吗？这一路我们一直都在找你，谁知到了京城，遇到了出逃秀女案，我们只有藏身于此。是楚离墨不能露面，所以你陪在他身边保护他，对吗？对。你知道现在京城有太多的人要捉拿李墨，所以我必须要留下来保护他。季统领，你身体可好？可有找到良医来医治？如果你真的关心我的话，就不会三番四次的伤害我。对不起，季统领，但是我绝对没有想要。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，而是神侯府上上下下，包括诸葛大人。瑶花，你们两个居然躲在这里逍遥快活，全然不顾神侯府和诸葛大人的安危。瑶花，你应该知道，这是安世耿陷害神侯府。楚离墨是出逃秀女，这是铁一样的事实。如果楚离墨不被捉拿归案，神侯府所有的人头上永远挂着一把杀头的刀。安世耿为了陷害神侯府无所不用，即使没有离墨，他还有其他的办法。可是神侯府一向清白，现在全都毁在秀女案上。神侯府已经恢复了查案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真相大白。哼，襄王顾全大局，让神侯府继续查案。可是现在秀女案还没有了结，神侯府在朝廷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唯有将楚离墨交给襄王，秀女案才可以了结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冷统领，我以神侯府主事的身份命令你，将楚离墨捉拿归案，不得有误。你少拿主事的身份压我！瑶花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把离墨交给襄王，到时候证据确凿，神侯府便永无出头之日。这是安世耿在陷害我。你只需要服从。今天，我一定要将楚离墨捉拿归案。有我在，谁都别想带走他。冷大哥，我觉得季统领这次来，说的话，全都是有预谋的。预谋？嗯。刚才我读他心的时候，觉得很怪异，我竟然看到了安世耿的影子。怎么可能会有安世耿的影子？他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。他的内心有一股强大的仇恨。王爷，这是招募来的死士，个个身手了得，最善于在黑夜之中杀人于无形。参见王爷。本王卧薪尝胆已16年，这16年来是何其的漫长。这一天，本王准备的太久了。王爷，这些死士都甘愿为您肝脑涂地，舍身赴死。陈同，你做事周到，这大事一成，这天下自然有你的一席之地。谢王爷。春童不图荣华富贵，只求在王爷身边鞍前马后。其他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火油已经差不多到了半数。
现在六扇门掌管京城的各个出入口，王爷的东西出入京城畅通无阻啊。哦，神侯府呢？神侯府也在王爷的掌握之中，形同虚设。现在让我真正担心的还是四大名捕，我们必须要早日把他们铲除。属下听从王爷差遣，要不要利用鸡摇花？本王自有分寸，你只要备齐军火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事你就不用多操心了。本王还要去趟襄王府上，属下不会辜负王爷重托，此事一定会顺利进行的。现在整个京城都掌握在我安世耿的手里，我看紫禁城里的这个老东西能躲到什么时候？等我把整个紫禁城变成一片火海，烧死你这个老东西！哼，蝶舞，我就给你报仇了。无情，戚主事，这么有雅兴，在这喝酒？我已经见过冷血和黎墨了。你见过冷血和黎墨？你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下落？世间之事，只有你用心还是不用心。我们做捕快的，查一个事情有多难？那你没什么。他们很安全，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子里，过着很惬意的生活。我真羡慕他们。戚主事，你对冷血的感情，大家都很清楚。我还是劝你一句，你应该终止对冷血的感情。实不相瞒，冷血和黎墨已经私定终身了。这假币出现之前的登记资料，正好被烧掉了。这个线索又断了，不过这个可能有用。
尽快去查出火油的来龙去脉。是，师叔。叔啊，续替杀人灭口的事情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们该怎么做？这件事情我已经禀明皇上，就等皇上做出最后的决定。所以不要着急，因为这件事情关乎到皇族的颜面。皇上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是很难治续替的罪的。亲兄弟就是亲兄弟啊，皇上不管他亲兄弟犯了什么错，都不会责罚。可是我们庶出的呢，哪怕是犯了一点点错，都会重罚。这自古以来，皇朝不就是庶敌有别吗？当今的皇上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像你我二人，不也是庶子出身的王爷？皇上不也是一视同仁吗？再说了，这朱王爷续替可是皇上的亲兄弟，让皇上立刻做出这样的决定，那也是很难的。你呀，就不要埋怨了。师耿哪敢埋怨皇上啊？只是再这么拖下去的话，我担心天下人会说我们朝廷徇私枉法。师耿啊，我何尝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只是，你就再等等吧。我相信皇上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可诸葛正我跟续替一直勾结，时间长了的话，我担心他们为了洗脱罪名，去制造假的证据。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，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若是激怒了皇上，那我们可就麻烦了。哎呀，不急不急，你先坐下嘛。襄王这个老东西，我看也就是个傀儡，皇帝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看来，凡事还是得靠我自己啊。杨花，主事神侯府之后，觉得如何呀？诸葛大人，请坐。啊，我还在摸索如何做好主事一职。身为一名称职的主事，除了能力之外，还需要服众。你不让无情铁手追命他们去调查钱母案，我能够了解你的出发点是以大局为重，避免和六扇门起冲突。但你要知道，他们三个人在神侯府都是出色的捕快，你的决定恐怕会引来神侯府的种种非议呀。我承认在这个事情上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我一直希望神侯府的捕快们都能够万众一心、齐心协力地调查案件，以破案为目的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而行。谢谢诸葛大人提点，瑶花一定谨记在心。这块黑绸子是无情他们调查钱穆案的其中一条线索，你闻闻他们的味道。是火油。我怀疑有人偷运火油到京城，而你身为神侯府的主事，就必须要对这件事极度关注才是啊。瑶花绝对不容许有火油运进京城，一定是守城的同僚疏忽所致。你必须要查清楚这块布料，看看是何人穿着，而这些人又供何人差遣。我们只要查出差遣的幕后真凶，就能够让这件钱母案真相大白。是，只要找到钱母案的真凶，重新得到襄王的信任，神侯府才能保住地位，诸葛大人才可以重掌主事。这也是你的最好表现机会啊！我希望你能借这次的调查，和他们三个人修好关系。瑶花明白，谢谢诸葛大人一番苦心。还有，我知道你去见过冷血和黎墨了。是。你能告诉我，去见他们的目的吗？自从乱花谷一别，我很是挂念他们。冷血曾经中了红鳞毒，我担心他的伤势，所以我才斗胆私自查访他们的下落。
你们同僚情深固然是件好事，但凡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。至于儿女私情、朋友情谊，有时候最好还是把它放在心里才是啊。我知道黎墨被牵扯到了秀女出逃案件里，只不过……瑶花，你身为一名捕快，就应该懂得如何应变。如今的黎墨身处险境，万一让人知道他的行踪，就会给他带来危险。你在这个时候去见他，万一让人跟踪了，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这一点我也考虑过，所以我沿路找他们，勘察过周围的环境，无人跟踪，无可疑人等，之后才现身。我知道你的警觉性是非常强的，这件事情就这么过了，但为保安全，还是下不为例了。是。诸葛大人还有何提点吗？你去见过黎墨的事情，可千万要保密。万一让人发现了他的行踪，先不说神侯府会如何，黎墨本人就得面临死罪，这样就等于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。做捕快是为了救人，而不能害人，更别说是无心的伤害。我说的意思，你能够明白吗？瑶花知道了。王爷，瑶花有事禀告。季瑶花，过来坐。王爷。怎么？你不愿意呀？瑶花不敢。能得到王爷的宠幸，是瑶花的福气。那些不把我安世耿放在眼里的人，没关系。到时候本王会让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来偿还。王爷神威。原来诸葛正我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自己人看，却一心袒护着那个楚离墨。就这样，还想让我去给他查死尸的线索，简直就是做梦。楚离墨，冷血和楚离墨回来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也是刚知道，他们就住在城外。要不要现在就派人把他们杀了？这对狗男女，在城外双宿双栖，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看到他们这样，我就恨得牙痒痒。既然冷血和楚离墨出现了，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。我们怀疑有人私运火油进京。火油？他们运火油进京城做什么？难不成要把整个京城给炸掉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我追命铁手，一直在四处打探，看是谁在私运火油。安世耿，我们和师叔商议过这件事，相信第一嫌疑人就是他。不过现在没有人证物证，不能断定安世耿就是主谋。火油的威力强大，如果没有加以阻止的话，京城一定厄运难逃啊！火油要进京城，必须要经过京城每一个城门。难道在这沿途当中，没有人盘查吗？现在六扇门捕快遍布京城要塞，各个守卫以他们马首是瞻。六扇门统领是余春桐，他和安世耿蛇鼠一窝，他必定会给安世耿打开一条方便之门。难道神侯府阻止不了吗？神侯府是唯一能阻止他们的，但神侯府的主事是季瑶花。季瑶花怎么了？自从他当了主事，这段时间，他的安排让我们无言以对。上次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怪怪的，心里好像充满了仇恨。对，我没有告诉他你们的下落，他私自找你们，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。他要捉李默归案。他要捉李默归案？他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他认为只有捉拿我归案，才能够了结秀女案，然后诸葛大人才能够复职。季瑶花真是口是心非，他跟我说是因为关心你们，
才来找你们，结果见到你们，却是来抓黎墨的。我们不要再说妖话了，在没有确定这个事情之前，先不要下定论。这样，我们两个潜入京城，去看看情况。这是黎墨。你别担心我，火油的事情事关重大，应以大局为重。再说了，我有肃杀禅意，不会有人伤得了我的。那你不许乱跑，等我回来。嗯。我们走。停！例行检查。走吧。停！你们几个上去查探清楚。等等，这马车夫双臂雄浑有力，不像是普通人。黄一天，你认识他？这个人是个江洋大盗，曾栽倒在我和铁手手上。身后府的档案柜里就有他的档案。原来是个亡命之徒。铁手查的档案柜里有几个序号的档案不翼而飞，其中一个档案就是他的。这档案为何不见？自从江花当了主事，师叔就把档案柜的钥匙给了他。放行。慢。神侯府例行检查。原来是姬大人，请便。不过我们统领吩咐过，有这种标记的马车，不用查。姬主事，例行检查，每辆马车都不能放过。诸葛大人下令，我们巡查绝对不能漏放一车一人。你们是听我的，还是听诸葛大人的？这辆马车是从蜀中千里赶来，给襄王爷送的酒。如果随意打开检查的话，会走了酒香的。行了，这马车没问题，可以放行。什么人敢挡老子的路？给襄王送酒，襄王府应该是在东边，为何往西边送？无情，是火油，真的是火油！你竟敢私运火油进京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是不是安世耿？吐出来！吐出来！快吐出来！说呀！说呀！说呀！快说！说呀！你说！说啊！无情，无情，他已经死了。本来可以抓住安世耿的把柄，结果又是徒劳无功。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身份是神侯府的神捕，我们在办案的时候是有我们的原则的。我太急于破案，可能有些失去理智了。我知道你想要抓住安世耿，我也想要抓住他，但是要抓住安世耿，我们要和他斗智斗勇，斗耐力。安世耿他诡计多端，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抓到他的把柄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一定可以找到出口。这些人训练有素，我在查钱穆案的时候，有个黑衣人跟他一样，一旦被抓到，就会抢先服毒自尽，不留下任何活口。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，就是这些火油，还有鸡药花。今天的放马通行，他会不会被安世耿收买了？好了，
我们现在回申侯府，把发现的事情通报师叔。快点啊！都小心点，手脚麻利点啊！原来是送到安王府。刚才有什么发现？蝶舞，只要火油轰的一下，我们的报仇大计就会大功告成。我马上就可以为你报得大仇。到时候，我就是皇上，而你呢，就是皇后。你不是说过，做任何事情要做，就要做到第一。你相信我，我很快就会成功的。王爷，不好了！什么事这么惊慌？我们的一辆马车不见了，属下好容易才找到那辆马车，而马夫却已经服毒自尽，肯定是有人发现了我们用酒坛子运火油。王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事？王爷，这些马车夫都是死士假扮而成，一般人想对付他们绝对不可能。在京城，也就只有神侯府的4大名捕才是他们的对手。又是4大名捕，看来我得抓紧时间了。